為進行溪北地區的發展，由台南市政府所提溪北糖鐵藍帶創新計劃，主要以着復舊的糖鐵5分車的交通為目標。雖然可行性評估是由着地方政府來執行，不過立委陳廷輝上午嘛帶着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南下考察，伊表示糖鐵5分車袂用只停留佇個懷舊，或者是單一的觀光思維，核心的節點應該考慮如何串聯甲着帶動。我們已經爭取到鐵道基金來作為我們糖鐵5分車所有的可行性評估的預算，所以市政府也已經有這個委外在做調查了，那也在做可行性評估的一個處理。那現在呢，我們進一步不是互相等來等去，而是一方面我們在做複實的這些可行性評估，一方面我們要把這複實的一個周邊這些節點怎麼讓它更豐富化，也就是你今天來到西北，然後參與每一個過程，它其實是一個豐富感。你不只是能夠享受農村的生活，我們也希望增加親子共融的空間。那包括我們也希望這個在台糖新營的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個營區呢，它是可以作為這個親子共融的一個 AI 體驗，因為我們現在西北親子共融的空間太少了，所以我們應該增加這些，讓吸引度更高。該計劃總共分做5個案，其中上大的新營鹽運聯合轉運帶、糖鹽產業特色的觀光景點營造計劃，總經費大約7000萬。當中卡着謝煙台的安全結構，引發中央甲地方各部門的討論。如果要按照文資的修復方式的話，其實它的經費會相當的高。那因為它已經沒有過去的那種使用的功能，所以它的強度其實不用像到過去這樣子。它是已經風化了。對，所以我們是希望說，我可以把它那個風貌修出來，但是不一定要像以前這樣子的一個使用功能的強度。如果我們要花那麼多錢，先立邊啊，結果這個主體沒有，那麼就奇怪。對，因為聽起來是這個主體本身還是有一些文化解读歷史的意義嘛，對，必須要讓他们真的看得到，然后看到的东西，我不是把它拆掉。但是现在这是属于台糖，所以我在想說，台糖基於你自己的設施的維護，你平常可能也要做一些編列一些經費來做維修吧。那這些的基礎的維修，有沒有可能由台糖這邊來處理？會不會是另外一個解法？5大案總經費1億4270萬，目前成功爭取由交通部鐵道基金來支應可行性的評估規劃經費，和計劃正式邁入具體推進以外，立委陳廷輝嘛關心相關的進度，要求中央甲地方愛甲分工來做好清楚，避免關鍵的環節卡關。而上午的討論，嘛要求市府愛佇個2禮拜內針對提案來進行修正，伊嘛會召開檢討會議來討論協商提案以後來送出，希望各發會甲相關的部會會用個支持這項促進溪北發展的糖鐵計劃。台南新聞林跟杜世宏採訪報道。